第2集我哋繼續出發。呢度有一個地方叫做理想邦，係大理版嘅聖托里里，白牆、藍頂、彎曲嘅階梯，行上去每一步都係觀景台，回頭望洱海就喺腳下，蒼山就好似遠處嘅一道屏風。大理古城嘅夜晚，成條街着晒燈籠，你可以漫無目的咁行，感受一下當地嘅民族風情。茶馬古道上曾經有無數個市集，隨住馬幫嘅消失，一個一個咁沒落。沙溪古鎮係唯一幸存落嚟嘅嗰一個。青石板路、古戲台、玉津橋，全部都保留咗原始嘅面目。坐住動車，話咁快就到咗麗江。麗江古城係冇城牆嘅，所以佢由一開始就好似係為自由而存在嘅地方。我哋會走進麗江古城精華路段，換上特色民族服裝，由專業攝影師帶住打卡影相，留低最美好嘅回憶。喺納西人嘅心目中，玉龍雪山係一座神山，坐上雲杉坪嘅小索道，慢慢升到雲霧之間，直達3000幾米嘅草甸，同埋藍得好通透嘅南月谷。再欣賞直接用玉龍雪山作為表演背景嘅印象麗江，感受下呢座山、呢群人講俾你聽嘅故事。告別人潮，我哋去到一個小眾又私密嘅地方——浮生山居。遠觀到玉龍雪山嘅同時，再品嘗一下定製嘅下午茶，靜靜咁享受喺同一個畫面度嘅湖光同埋雪峰。下集再繼續探索湖嘅盡頭。